一次上天下地海中央嘅全城禱告行動，請即參加2025 10月1香港祈禱日，主題係萬國都要來敬拜主。10月1香港祈禱日已經舉行到第10屆，係全港1年1度跨宗派、跨堂會嘅基督教盛事。禱告係基督徒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，可以隨時隨地以不同形式進行。今年10月1號，我哋一齊以全日冇間斷嘅敬拜禱告，向上帝獻上馨香嘅祭，為全城推動合一禱告。除咗主場館全天候敬拜之外，設有多個禱告區，為列國及各行業禱告、兒童祈禱天地、教牧禱告交流會等等，更有穿梭城市禱告祝福全城嘅海上禱告巡遊、車上禱告巡遊、直升機隊伍空中禱告巡遊、纜車隊高空禱告巡遊，以敬拜同禱告宣告神嘅名，願神嘅榮耀喺香港彰顯。仲有當日6點正，你可以喺你身處嘅地方誦讀詩篇66篇，然後講阿門。無論喺本地或者海外，你都可以喺屋企或者開小組一同觀看 YouTube 直播，同步祈禱，有粵語原版及國語英語現場翻譯，鼓勵全港教會基督徒多禱告，不但為自己家人，更要為職場、為香港、為國家，以至為列國禱告。年度盛事，請即報名參加。合一祈禱究竟有啲咩意義呢？可以話咧，來自咧主耶穌基督一個好重要嘅說話。佢話只要有2個人同心合意喺地上面祈禱咧，我哋嘅天父必然成全。同弟兄姊妹一同嘅讚美上帝嘅時候咧，加埋角聲、鼓聲同埋舞蹈咧，更加能夠彰顯到上帝嘅同在同埋榮耀。喺祈禱日裏面有好豐富嘅敬拜，因為我哋嘅天父就係咁榮耀。我哋要用好多唔同豐富嘅方式去敬拜佢。10月1嘅祈禱日可以招聚咧幾千人嚟到去一齊咧嚟到敬拜讚美，嚟到咧為到我哋香港啦，為到我哋嘅城市啦，為到列國咧嚟到去祈禱。當不同的教會弟兄姊妹和列國一起敬拜神的時候，我們就是抓住天父的心，好讓天父他會賜下他的祝福去到不同的列國。我哋相信，我哋為列國禱告，同樣列國亦都為我哋香港禱告嘅時候，就能夠吸引更多人嚟歸向主。嚟到呢一日，我哋大家招聚埋一齊，嚟自唔同嘅國家、唔同嘅種族、唔同嘅宗派，但大家都可以招聚埋一齊。咁我希望今次嘅禱告日呢，就係可以復興到年青人啦，希望神去興起佢哋。讓我哋年青人咧係可以為佢去工作嘅。我哋同心合意嘅將號角聲吹出嚟，叫號角聲能夠劃破全香港嘅屬靈天空，叫一切不可能成為神嘅可能進入香港，改變香港。10月1香港祈禱日，預埋你。城市禱告中心電話報名查詢2332836151472247 WhatsApp 96553177或者掃描以下嘅2維碼報名。